黃萬成1988年入職基督教服務處，現職企業事務及社區關係業務總監，同時身兼油尖旺區議會議員。佢喺社會工作方面有超過23年嘅工作經驗。我係喺香港中文大學嗰度咧，就係讀社工嘅。咁88年畢業之後咧，就馬上就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度工作。咁主要當時係做青少年外展嘅工作啦。咁一路到今天，我諗都差不多23年嘅時間啦。咁我目前嚟講咧，就主要負責機構嗰個對外啦，同埋對內嘅傳訊工作。咁簡單嚟講，就係讓外界同埋我哋嘅同工啦，亦都包括義工咧，係對我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嘅服務係認識啦，同埋認同，從而係會支持我哋嘅服務啦，或者係使用我哋嘅服務咁樣。咁我嘅工作其實都方方面面嘅，咁包括機構嘅網頁啦，唔同服務嘅單張啊，以至到即係每年嘅年報啊，每個月嘅通訊啊咁。咁而我恆常目前做多啲嘅就係機構籌募嘅工作，包括係物資嘅捐贈啊、籌款啦，咁同埋同唔同嘅企業有合作啦，咁同埋一啲義工招募同埋管理嗰個情況啊咁樣。基督教服務處咧就係1952年成立嘅，咁換句話講咧，明年咧就係我哋立會60週年嘅時候啦。咁我哋係一個有基督教背景嘅社會服務機構。咁當年其實係啲歐美嘅基督教嘅團體咧，係陸續嚟香港就服務香港嘅市民啦咁。咁後嚟咧就係逐步咁合併，就成為今天嘅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咁我哋嘅工作主要咧就係提供社會服務俾有需要嘅市民。咁服務嘅種類都好多嘅。咁有幾十類唔同嘅服務，咁包括係由小朋友到青少年到家庭，以至到係一啲嘅長者啊咁樣。早前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引起咗社會好大嘅迴響，黃萬成先生亦都對政府投放於社會服務嘅資源提出咗啲意見。某程度咧，我哋覺得佢係投放喺一啲社會福利嗰方面嗰個嘅力度咧，其實可以再加大一啲咁樣嚇。咁同埋佢應該係咧，就係有一個比較長遠啲嘅眼光。因為其實從一啲好簡單嘅所謂人口統計數字咧，我哋都會知道咧，香港係會出現咧，就係話老年化啊嘛，即係嗰個老年嘅人口咧係會越嚟越多嘅。咁而隨住嗰個我哋嗰個醫療嗰個嘅發展咧比較好啦，咁因此啲人咧就係長壽咗嚇。咁就既然呢個咁樣嘅老年社會係必然出現噶嘛，咁你唔係話到時先知嘅，你而家已經估計到噶。咁所以你應該喺老年政策或者喺嗰個嘅所謂老年退休嗰方面嗰個嘅政策咧，你係要諗。同埋開始提出嚟討論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冇㗎，咁佢都係靠一個所謂即係強積金，咁但係譬如話嗰啲佢一生都係做家庭主婦嘅，咁佢冇嗰個保障㗎咯喎，18歲以上嘅人去派6000咁樣，咁嗰度200幾億，其實你諗下，如果200幾億愛嚟擺落去嗰個嘅安老院舍宿位咧，其實係即刻。係可以令到好多嘅長者就已經係可以係得到一個基本嘅照顧啊咁樣，即係喺院舍嗰度嚇。咁所以呢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其實係應該去同我哋業界，即係社會福利界咧，即係政府係可以討論多啲嘅。即係我哋大家出謀獻策啦，係嘛？我哋點樣用嗰個公帑嗰個優先次序？我自己覺得係呢樣嘢我哋要諗咯。又或者係新來港嘅同胞，我哋知㗎。即係我哋知道每一日佢都會有，譬如話150個名額，咁佢未必用得晒。但係其實你會知道，一年到晚咧就會有一批由內地嚟嘅同胞，佢會成為我哋香港嘅一份子啊嘛。咁呢班人我哋點樣迎接佢嚟，同埋幫助佢哋係盡快適應香港嘅社會，
然後最後佢係貢獻到香港嘅社會啊嘛。我想講個重點其實就係嗰個規劃咯，即係要有一個長遠啲嗰個眼光，同埋你係有個承擔喺度嘅，因為你作為一個政府咧，你係應該係即係除咗你話睇嗰個經濟，咁我哋都要睇個民生噶嘛，係嘛？咁即係你市民你安居，咁你樂業，咁你先至可以成為一個和諧嘅社會，咁你自然先至可以繁榮起上嚟啊，咁樣樣嚇。2008年，黃萬成先生首次被特區政府委任成為區議會議員，參與政策事務。呢一切對佢嚟講都係十分之新鮮，但係佢仍然抱住謙卑嘅態度服務社區。喂，Kitty，對我嚟講咧就係一個新丁嚟嘅。咁我喺呢屆咧就係被特區政府委任，係參與區議會嘅工作啦，咁樣嚇。咁我諗我都係抱住一個好謙卑嘅態度，即係一路做、一路學、一路觀察，同埋係同唔同嘅區議會同事啦，同埋唔同嘅政府部門嘅同事咧，係即係一齊係去合作啦，咁樣樣。咁我諗個心我都係好單純嘅，就係盡我自己嗰個嘅能力。希望真係可以為街坊做多啲嘅實事。咁當然我自己喺社會服務嗰方面都有即係超過23年嘅所謂嘅工作經驗啦。咁或多或少對我都係有一啲嘅幫助嘅。油尖旺嚟講咧，就係有16個選區嘅。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就由E1去到E16咁樣啊。咁就分別就係尖沙咀啦、油麻地佐敦啦，以至到係去到旺角咁樣嚇。咁其實地方係唔係好大嘅，咁而人口亦都係比較集中啦咁樣嚇。咁30萬常住人口到，咁但係咧就油尖旺區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嘅，因為嚟自其他17個區嘅好多嘅市民咧，佢都會嚟油尖旺咧係返工啦、返學啦，或者係玩啊咁樣。咁佢亦都係一個遊客好集中嘅一個地區。身為區議員，透過同街坊接觸，以及同唔同政府部門嘅同事合作，加上本身社工嘅身份，令到黃萬成能夠更全面咁關心社區嘅發展。我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工作嘅時間呢，咁而同時間我又喺油尖旺區議會嗰度係去服務街坊啦。咁我自己睇翻咧，兩者基本上係冇矛盾嘅，因為都係關注即係民生啦。咁特別係話一啲最有需要嘅一啲嘅所謂弱勢嘅社群。咁而彼此之間咧，其實係有協同嘅效應嘅。咁譬如話以呢個區議會嗰度嚟講，咁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呢個社會服務機構嘅背景啦，咁變咗我亦都可以運用我自己呢方面嗰個嘅知識啦，同埋人脈網絡，係讓即係區議會嘅工作係同地區裏邊一啲嘅社福嘅機構，咁係可以有多啲嘅協力啦，咁樣樣。咁呢方面嗰個嘅效果其實都幾顯著嘅嚇。咁我睇到咧，我哋呢一屆嗰個地區團體啦、民商官嘅合作啦，其實係比過往嚟講咧，其實有人話俾我聽咧，就係真係明顯係多好多嘅嚇。咁至於話我自己本身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工作嘅時候咧，咁亦都藉住我喺油尖旺區議會參與地區嘅工作，咁我亦都可以係使用嗰度建立到嗰個嘅人脈關係啦，係去推動翻我自己機構嗰個工作嘅。咁特別係譬如舉例一啲嘅籌款嘅工作啦，咁因為我認識嘅人多咗啦，認識嘅團體係亦都係熟絡咗啦。咁譬如話喺呢個招募義工啊，或者係尋求一啲嘅支持啊、場地嗰個嘅贊助啊各樣，咁都會得到好多呢方面嗰個嘅方便啦，咁樣樣嚇。咁所以我睇到兩方面嚟講，基本上係有互相配合到嘅嚇，有個協同嘅效應喺度。因為我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基督徒，我諗對我嚟講最大嗰個嘅幫助就係信仰，讓我係常常都有一個平安同埋喜樂嘅心去面對唔同嘅人啦，或者係一啲嘅困難，甚至乎一啲嘅挫折啦。
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嘅批評啊咁樣嚇。咁我會容易一啲係去讓自己係消化一啲唔係好開心嘅情緒嘅。咁好快咧就會重新係繼續面對翻嗰個嘅處境啦咁樣嚇。同埋信仰係有樣好特別嘅，即係譬如話舉例，喺地區裏邊可能有啲人唔認識嘅本來，咁但係後來即係發覺原來大家都係有相同嘅信仰，我都係信耶穌嘅喎咁樣，咁好快咧就可以好親近啊咁樣，咁嗰個嘅信任亦都好快就會建立起上嚟啊咁樣嚇。萬水千山中華，喜劇風急雨花，豪氣噴高風裏，飲下雙杯樹茶。下一集，我哋邀請到著名音樂創作者及教育家林慕德先生做嘉賓，敬請留意收睇。